为着要来感谢咱所有观众朋友，你的热情甲支持。Talk 秀台语这个节目吼，马上要来到咱台湾真济城市，甲大家呢面对面来交流，用台语来互动，来耍游戏、比创意。节目呢，若是要来找找第二季这连翠花歌手，更加希望咱所有朋友大家来爱台语、讲台语，体会到台语的这个趣味、生活的智慧，以及呢特别迷人的水气。透过这个无同的世代，大家来参与，和这份珍贵的这个语言文化继续来发展。代代来相传。欢迎收看《Talk 秀台语》，专民练嘴花。哦，顶一摆吼，咱伫遐耍这游戏耍到真趣味啦。迄就是讲刺激啊！刺激，安尼算刺激啊！哦，偌好咧，尤其佫摕红包。啊，无机会佫找你佫报仇一摆，因为咱今年呢，绝对是要互咱的选手好好伫舞台顶好好来练喙花啊。像咱安尼紧张，即摆换因爱紧张。换紧张，即摆红包换因体啊。等下坐踮遮就像咧徛关山，看好咧小台。啊，欢迎小台。对。好过也多咧，看好咧。哎，赶快来，咱出声的，就是咱评审长顺哥。哎，顺哥。好，安尼大家好好比一个哦。好，感谢咱评审长。所以赶快来，今日有咱的台语顾问老师汪秀荣老师。秀荣老师，大家好，陆君婷，咱讲台语袂当停，爱听团哦。是，陆军，咱今日就是伫中立陆军亭这个所在啦。是哩，好。第一位参赛者永尼，对不对？今仔日有影吼，是真欢喜的，当来到遮呢，主要是吼会当看到咱遮的缘投的名册啦，搁有顺哥啦。你无伫缘投啦，甲顺哥是分开的啊。我的意思是顺哥是我的神啦，迄个神是无伫咧安尼比啥物缘投无缘投的啦，我的神对啊，你讲对啊？你刚才讲，我一直要扑起来。好袂记啊？无要最近有食这地动嘛，对吧？吼对。迄地动哦，上界大的迄一天，我会记得吼，是旧年的4月3号啦，对吧？吼，迄时阵吼，唔知影恁是咧创啥？迄时阵哦，我伫咧坐咧马桶的顶悬啊，我伫咧耍咧手机啊。香港比有够大，你知无？顺哥，你敢知比偌大？遮年大，是啦，一世人的愿望就是伫咧顺哥的面头前讲这句话啦。今仔日有达啦，继续，咱继续。我迄时阵啊，我就真紧张嘛，我就较紧哦，迄个裤我甲伊穿起来。无穿卡穿啦。来不及，我就走到门口，甲门拍开，我徛伫遐。迄时阵哦。住伫咧阮兜对面的迄个阿婆啊，伊嘛做甲我共款的代志，伊嘛走到因兜的门口甲伊门拍开安尼，咱两个哦，你看我，我看你安尼，唔敢叮当安尼。你知影哦？台湾的阿婆啊，伊若是一定要甲你踮伫咧同一个所在的时阵，伊一定要想办法甲你开讲。所以迄时阵哦，迄个阿婆啊，你看到我，伊就甲我讲你遐嘛地动哦。多谢。我先教迄个日期的讲法啦。若准讲伫头前接进前的，咱拢讲4月初3，袂当讲4月3号，4月初3。毋过921，咱就是9月21，安尼知影无？毋过到31，以前有一个331嘛。所以咱就是3月31。好，多谢。有够诚济，会够秀诶。有影。等于你转去你若看报出内底有几字，家己捡出来，小可改一下。好。我当袂赴做笔记不要紧，我爱你。有影，我只是我爱，叫你爱。好 ，HV，嗨，HV，瞬间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今日来哦，毋是想要红啊，我是想要是赛大家。
大家吧。大家，咱是感觉我人袂歹，对，欢迎来甲我交朋友。好。那边你的那个 QR code 放在边仔，大家去扫一下。我有 QR code，我有 QR 对 code，对。你这个，我会来。你也来，你看哦。你这个好球。这个好笑，这个好笑。啊，咱就是设计剧情啦，吼，感谢。啊，有扫未？啊，无咱举手举出来。你等你开门口。好，下一位。啊，你拍波啊！李红红，欢迎。水水过水马蛋白送。耶！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简英章。我是李芳芳。你台语无啥会晓讲对无？我以前吼嘛无啥会晓讲，啊，毋过即马我的台语吼，哈哈，安那？大家拢听有啊啦。听有是无？嘿啦，安尼我要来甲你考看卖哦。你要甲我考，对我有问题，做你讲要过来。树顶一只狗，树骹一只狗。狗看到狗，狗看到狗，狗走，狗嘛走，毋知是狗惊狗，还是狗惊狗。妈妈先甲我吹一下，大家听甲拢人去呢。对你啊，对我对。迄树顶一只狗，树骹一只狗，迄狗甲狗，这狗。等下，我头拄仔敢有讲狗打狗哈，敢无你讲？无。无。吼，我袂晓有够啦。含慢的，好，迄位若要讲头记，马上都归给你啦。啊，我就是迄个韩慢新妇啦。正讲哦，你家己承认吼。迄无法度啊，啊，我着外省啊，哎，自细汉就袂晓讲台语，啊，毋过嫁互阮翁婿了后，哎，规家伙啊拢讲台语，啊你要安那？啊，我着出笑话啊啦。好，敢若真趣味哦，讲来听看卖。迄着迄当阵，大家结婚的时阵啊，有一摆我去市啊买菜转来，嘿看着阮的大家，我就讲，妈，今仔日空心菜哦，足俗的呢。什么？啥款叫做空心菜啊？结果阮大官就来啊，伊是讲应菜啦。对啦，就是应菜，就是含慢啊，袂晓讲啦。啊，到当来吼，我的台语吼就愈来愈好。正讲的我哦。不只知影吼有虾啊、鱼啊、刀啊，还佫有蛆啦，还佫有迄个那个青椒叫做大同啊。对。你看我即摆有较厉害无？有啦吼，有进步，有进步。有进步吼，嘿多谢啊。有进步。过来呢，就是吼辅仁大学安怎讲？哦，我捌伫个辅仁大学吼去演讲，啊，下骹拢是坐大学生，所以即个是教大人的老师。啊，我呢，我以前教幼稚园，我是幼稚园的老师呢。老师，啊，阮即个团吼还袂好名啦。还袂好名。头拄仔安尼讲来讲去吼，大家拢讲就知影你说啥，你说。我姓干，啊，我吼，我说你呢，是安尼两个都老师啊，对我就想讲吼，我若好团名吼，会使叫哎，好巧好巧哎！老师，一定讲的哦。好好好，谢谢。我来这位。比比啦，我要比比啊！你真的你最会比比比比。嗨，大家好！今仔日无挂名字，所以大家毋知安怎念。有人就问我，姊仔拄仔问我，阿妹啊，你叫什么名？我讲我叫 BB。阿姊仔讲，倒一个 B？我说毋知要安怎讲啦。伊的意思是讲你是 BIBI 的 BB， 还是 BEBE 啦？我讲阿姨啊，我无接 BI 啦。这是 B1啦。BEBE 啦，对。我感觉甲伊仔讲话足古锥的，因为我进前伫咧起考服务，有较是大人后较毋捌字啦，就会甲我讲吼，当帮我写一个迄基本资料无？我讲好啊，无问题，我足欢喜帮忙的啊。你叫啥物名哈？阿姨，伊讲吼，我是秀云呐。好，我知，幼秀的秀，天顶的云，秀阿嬷，你说啥哈？伊搁讲一解，我是秀云啊，就演武士咩？
我是笑，对啦，柯秀云阿姨啦，啊，即马哦，阿姨啊有当啊是讲国语，有当啊讲台语啊，我拄着拢是讲台湾国语啦。迄后一题哦，我就问阿姨啊讲，啊，这是问你吼，顶摆看喙齿是偌久进前啊？阿姨啊想想的哈，安尼哦 ，very good 安尼。Very good。阿姨啊，伊讲台湾国语就准拄煞，伊讲甲咱这talk show台语共款，国际化，国唠英文的。啊，煞来吼，我要请阿姨入去内底坐，啊，我要摕迄互伊落喙，啊，毋过我袂记啊落喙要安怎讲，我就甲阿姨讲，阿姨啊，这互你咕噜咕噜屁啦。咕噜咕噜屁。对啦，所以安尼嘛会通啦。会通，就赞安尼，谢谢。讲真诶，我有一摆伫迄个加拿大迄个机场，伊问我讲你做啥的？我讲我袂使讲我是演员啊。伊就甲想我拍开，看才一本册，迄写人佫是我。伊讲这是你吗？是。讲这讲啥互我听？我讲迄一个火车，乌卡。伊佫知影吼。将来讲到咧加票的。啊，强面，完全听有，伊一个笑无够，我招两个来斗听。就迄摆开始，我要入去咯，要入去加拿大迄关咯，伊就看到我，强面 OK。所以哦，咕噜屁，袂歹，咕噜屁，真好拍婆啊！袂使哦，这个好。嘛是要问王老师，迄漱口水要安怎讲？落喙的系啊，落喙的物件。对。落喙的就好啦。落喙的，谢谢老师。嘿，阿嬷这杯互你落喙。嘿，咕噜屁，无袂使。后一位Sam，有请。你飞机先啊呗。本来是要家己录影的样，搁袂赴啊。你无因我甲你录。无紧。我使你头先过来困去。你敢好意思？敢袂使？无，我讲生笑诶，我讲生笑。见位啊，要拖出去。袂歹，开始。上好笑更加久。豆腐伊是湿肾嘛，对无？对。啊，我你敢毋知影是啥物？吃肾。我是喝肾。好肾。我即摆我要来念一首诗。好。真情明月光。敢若是涂骹的霜，还是你白的霜？镜头看明月。你想头壳？迄在弹头还是？规条唔对，再互我念一。念老师念一摆互你听啦。啊，老去师。休息要甲念一下。你甲少甲念一下。对啊。那个休息。因为伊谈到是休息一下，够巧的。因为谈到是好生版的啦，吼。啊，毋过咱就是诗爱读文音，所以拄则迄是中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几条望明月，地条思故乡。而且咱的诗拢会当迄个用唱的。啊，你看你要唱啥物调吼？譬如讲，即个是咱来唱迄个旧宜兰的酒令。中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几条望明月，地条思故乡。安尼就好啦，一套。因为你要卖好版权，不要紧。好，来按后一位，或者金吉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今仔日要分享的故事是我伫咧教学生时阵发生的代志。我的学生，迄个学生打满18岁安尼，18岁头一件代志就是爱啉酒啊安尼。咱就去迄个 7-Eleven 买酒，啊，伊就讲老师，我足烦恼，是要安怎？我惊迄个店员甲我查身份证，啊，毋过我无查呢，安尼，我就甲伊讲免惊，老师会保护你，安尼，吼，啊伊结束的时阵呢，吼，伊就真顺利通过啊！好，伊就伫咧即个边仔甲我洗白尾讲啊，无问题，咱等下会当啉酒啊。然后我去介绍的时阵，迄个店员就讲，歹势，就是咱还未满18岁，袂当啉酒，所以请互我看一下你的身份证安尼。好，我就
想讲啊，带赛是要安怎？我想讲是要安怎？我无准备啊，我无准备我的身份证，所以我最后就请我的学生甲我买酒安尼，哎无啊。感谢，好来，感谢你，多谢谢谢。你的声音真好听吼。多谢，拜拜。是咧搞了啊！多谢。欢迎后一位星汉。来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星汉啊。大家拢知影讲，即马做者少年朋友讲台语有一个腔，是国语腔嘛吼，外省腔啊。就是头拄仔我为台北坐高铁来的时阵吼，我听到一个广播员啊，伊就讲，各位旅客你好，欢迎来坐台湾高铁。若是你有需要啥物服务的所在，台湾高铁不管是拢真欢喜为恁服务。讲话有一个腔有无？哎呦，啊，就是讲较早台湾社会，你若讲台语无好，定闹出袂少的笑话啦。就像讲哦，阮顶回坐飞行机的时阵，啊，大旅行社拢阿公阿嬷嘛，伊就看无，啊，一个空姐啊，伊就看讲，哦，空姐啦，吼，会姐啊，会姐姐啊，会姐姐吼，这当作空姐啦吼，遮水着吼，嘿，啊，就是讲，有拖累伊哦，惊讲好话啦，吼，来，啊，就是讲哦，伊就讲，无问题，来，阿公阿嬷来，我来帮你带位啦，来，哦。阿伯，你是第一坐遮，哦，你死伫遮啦吼，哎呦，阿嬷，你是你的伫下骹，OK， 那讲阿嬷混去，我嘛死混去。你这个版本听到2万几种，啊，但是你会特别的倒遐，这摆较无好听，特别不好听啊，特别无。当个去坐高铁有无？哦，拢有看到迄个站长就出来有无？伊会讲。哦，对，爱闭者，要关门进前是毋是？你知影什么意思无？什么意思？你就较差不多咧。你莫跟我拄着，几点拄着你？来，你拍卡死。好，加减开讲吼，加油！足侪拢用华语，譬如伊谈拄啊，迄个空姐啊，一般咱空其实是戆的意思，所以这款较新的词，咱一般会讲，家全部用出来叫做空中小姐。啊，毋过真足侪性别平等的关系，所以咱新的台语会希望甲这空中小姐、空中少爷，惊因有无共的性别的认同，所以咱即马拢会教空中服务员。就像阿德啊，以前是看人的迄个片仔咧踢笑人，咱即马拢是讲外国朋友，哈。啊，搁有坐高铁的时，因为咱北上，咱真容易甲迄个华语甲翻过来。其实台语咱来讲上北，哈啊，迄个南下毋是南下，咱来讲落南。所以咱其实希望即个节目足好诶，大家会当渐渐甲咱的台语拢捡转来。对啦，只要你肯讲，你敢讲吼，啊，就会慢慢啊进步啦。对啦，你就敢讲啦。对，再来后一位阿达。我是我。火烧猪头皮面食面食。哦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谭。我是一个拳头师，大家拢叫我阿谭师。啊，过年时阵呢，我去找阮师傅去甲拜年。我说师傅，佫无看呢，他说，哎哟，阿谭啊，你骹哪会真甲安尼啊？我唔知呢，你这敢是迄灌水？我无灌水啊，我灌的是萨苏加秘鲁啊。灌水就是迄水肿的意思。哦，是安尼，我唔知啊。啊，是要安怎敢有灌水？来，师傅甲你教，你用骹为骨头顶甲钉落。若是3秒钟啊，无浮起来啊吼，迄就是灌水啦。我说，我水起来啊是安怎？你这干是大苦尔啦。啊，顶礼拜我有一个人客，伊100多公斤，我想讲啊，伊讲伊腰脊骨足痛的。我讲师傅啊，这是要安怎解决？我讲有法度改善，是啥物原因造成的？我讲你这哦，可能要交一个女朋友才有法度解决啊。啊，我生这型的交一个女朋友哪有可能？你在甲我讲生笑？嘿啦，你这同情的上少爱交2个啦。好啊，谢谢。2分钟哦，差不多呢，是咱要听伊上好笑的所在啊。上精彩拢爱求做伙啦。精华啦，爱精华2分钟啦吼。即马咧拢网络顶头的吼，迄个
也无共款的影片，大家就差不多30秒，若无看到精彩，差不多就刷掉去。刷掉，刷足紧的啦。所以呢，大家把握时间后壁要个比赛哦，较注意咧。哎呦，提醒咱所有啊，要来参加的选手哦，大家就继续拍拼努力啦啊！啊，以爱之意哦。下回继续收看咱的偷偷秀台语，专营冷翠花。谢谢。我感觉每一种语言拢是一个真珍贵的这个文化的产出。你会当留几多100年、几多1000年，甚至讲突然间你去一个真远的所在，听到这个族群咧讲的，敢有多几句，甲你足共款的，你会感动。比如讲，我看过迄个迄韩国片，伊内底咧讲透早迄个日头，旭日东升的旭，伊嘛是讲旭。我有一个表小弟啊，伊的名嘛是叫旭啊。原来这个台语甲这个韩国，当时东调的时阵，真侪去这个韩国去日本，嘛是有这个语言的一个传承的一个路线。我是感觉讲，咱这个少年人吼，你也唔能惊失败。顶一场，反正你咧台北呢，你就无用录取，拼甲安尼心得落去，要搁去输赢。伊是毋是唔惊死啊？伊是珍惜台语这个水，伊是珍惜台语这个语言的这个艺术性。这是真无简单的啦！你讲文字的演变也好，语言的演变也好，咱人类所有 DNA 迄个系统的演变，其实过了100年来，过了1000年来，伊认为绝对的无共款的转化。所以呢，个人认为，你若过来，你下骹徛住你，做你来。